疼痛唔甘的心，继续来看高雄这个妈妈陈嘉玲。伊的后生伫个6个月大的时阵脑性麻痹，将做一个机体动作障碍的囡仔，翁婿嘛离开因母仔囝。18年来，这个妈妈就靠着家己请养后生。虽然厝内无好过，但是伊无失志，也是用塞车塞着行动无方便的后生，参加60外场的路跑，将做路跑当中上互人感动的身影。 伫遮尔侪路跑的选手当中，这对母仔囝真无共。妈妈陈嘉玲穿着护满，用塞车愈用护满保护的后生，每少选手拢为因加油。还佫有老战友会来帮陈嘉玲，如伊的宝贝后生小比，互妈妈会当休喘一下。9.8公里长的距离，这对母仔囝来讲呢是真平常，因为已经有走过60外场的路跑，逐场的装扮拢无共。曾经每个月拢得爱进出交互病房的小比，因为路跑身体嘛变好，这是妈妈上大的动力。就是跑的时候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他吹到风很开心。 当来母仔囝相依为命做出的所在，但请妈妈家己车勇动道，机重囡仔辛苦，使人感受更加深刻。难免咳嗽，好可怜哦。小比原本是正常的囡仔，不过伫6个月大时注300亿的疫苗，因为反应不良引发忧郁，演变做重症。伊的爸爸无法度接受就离开啊，妈妈家己请。 照顾他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，谁先走其实都不知道。我只希望我比他多活1个礼拜就好了。真的，我可以办完他的后事，我再走啊。我就只能想这样子，我现在想的就是这样子啊。妈妈拢是用笑容来暗藏心内悲伤，伊的母爱使人感动。靠着做临时工，趁钱饲家。虽然后生不要讲话，不过每夜要困之前，有妈妈的陪伴，露出天真的笑容，这就是回报给妈妈上大的安慰。我们的小宝贝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宝贝呢？